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好房哥 Tony 啊！今日又帶大家嚟睇靚嘢啦。睇咩靚嘢呢？就係一個澳門望廈區嘅一個核心，一個超靚嘅兩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呢，架勢啦，業主超捨得，就係將你成間屋全新裝修，水電全換，家電全新啊！從來都未見到一個咁有良心嘅業主，真係絕對係買家嘅自優選擇嚇。咁我哋睇睇成個單位，一個好高層嘅單位，唔係頂啊，相當之市正。咁啊，一個850尺嘅單位，咁一個係廳啦，一個露台，睇睇個主人房，相當之闊落，係嘛？所有窗都係換晒嘅，咁啊門都係換晒。然之後我哋再去睇下第二間客房，咁啊第二間客房都係超市正嚇，所有冷氣大金嘅全部換晒啊，水電全部換晒。OK， 入嚟睇下嗰個客廁，客廁有明窗，有座廁啦，各方面全部都係全新嘅。再嚟睇下個廚房，廚房有雪櫃，有洗衣機，有呢個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熱水爐，全部全新，升盤全新啊！所有嘢全新，拎包入住，從來未見到一個二手單位可以咁樣拎包入住嘅，好平啊！即係價錢400零，有興趣睇樓嘅可以隨時聯絡我好房哥 Tony，獨家，拜拜。